有個女仔令我思想變得大個，當初我幼稚行為對你犯下大錯。拜拜。只買冇用食品，你慢慢還有幾分鐘，心率都已經達到133的心率了，休息一會兒。然後呢，已經消耗66千卡了，繼續加油。第一圈跑完了，現馬第二圈，第二圈跑完，現在心率是169，已經消耗150大卡了，接着馬上第三圈。重新。